4年级的小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是线上演练，那所以呢，大概小朋友都知道，我们每次上课线上演练的课都会先上护照。那护照跟平常一样，就是我们每次只会上一个句子。那希望小朋友在听的时候，在看的时候呢，嘴巴可以跟着念，这样子你才不会觉得我们的句子很难。因为我们每次只有学一个句子，那到这个期中考跟期末考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很困难哦。那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在期中跟期末的时候做到这个录影的部分那除了这个护照的部分呢，其实我们还是会有课本的部分。那课本的部分呢，我们配合康轩的课本，会指定每次上课上第几页到第几页，那再请小朋友跟着连结上课。那我们线上课程的部分呢，台语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咯。那后盖再会。